一直睇住宅冇更好嘅選擇，不妨過嚟睇一睇呢套超300平方嘅大別墅啊！170萬，直接攞低係總價170萬啊！呢個超大嘅露台，中唔中意啊 ？BBQ 睇星空都冇問題啊！呢度咧係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，所以落雨翻風嘅情況下，起見唔同燒烤嘅情況下，出呢邊直接可以享受噶啦。咁我哋而家落下邊睇睇先。別墅共3層嘅設計，而家係2樓2個套間3間房嘅設計，過嚟睇睇呢個超大嘅主臥。而家所見都係交俾你交房標準，仲有一個超大嘅露台，喺小區嘅景觀，無敵嘅景觀，超級舒服嘅環境啊！過嚟睇睇呢邊呢，仲有2間房都係交房標準嚟嘅。呢個超大嘅中空會客廳，中唔中意？O 唔 OK 啊？過嚟睇睇呢個房間先。嗱，呢邊2間房嘅兒童房或者父母瞓都冇問題嘅，仲有一個超大嘅公共洗手間留俾你啊！咁我哋而家落1樓睇睇先。1樓咧係1間房同埋一個超大嘅餐客廳留俾你，呢個空間喺度睇個80寸嘅電視 ，O 唔 OK？享唔享受？舒唔舒服？都係有一個生活路途睇出去我哋嘅園林景觀嘅。呢個環境超級舒服，最重要咧，佢衣食住行出門咧，全部可以享受到噶啦。半個鐘車程直接翻到去廣州大橋啊！你睇睇每間房設計都係超級正嘅，廚房咧就做一個開放式，所見都係交房標準，所以100零萬嘅別墅咧，真係好過你買住宅啊！有中意嘅朋友咧，嗱嗱聲約我睇樓啦〜